多謝主席。就上個月立法會討論文福苑重建工作嘅時候呢，我就方案呢係提出咗2個嘅期望。咁第一呢，就係要盡快公布一個長遠嘅安置方案啦，而第二就係希望俾居民有得揀。咁喺度呢，都好感謝政府係接納嘅建議啦，亦都喺新年嘅時候呢，就提出咗唔同嘅方案。我自己認為呢，現金收購呢係對居民嚟講呢確實係最靈活嘅，而樓換樓嘅選項呢，亦都係俾居民可以有多一個嘅選擇。而收購價呢，亦都反映咗政府呢係有聽到居民嘅憂慮，係作出一個特別嘅因素。咁總括嚟講呢，我認為政府係有誠意啦，幫居民盡快咁樣去重建佢哋嘅家園，開展新嘅生活。咁我係支持政府嘅方案嘅。咁我想問一問呢，就參考政府公開嘅問卷回覆啦。咁最多居民有興趣嘅樓換樓項目呢，咁包括係啟德嘅啟陽苑啦，同埋大埔2個園區安置嘅選址啦。咁最早呢，都係要去到2028年底呢，係先至可以入伙。咁應該都會超出2年多嘅呢個租金嘅補助啦。咁副司長亦都承諾啦，呢個租金嘅津貼咧係會繼續持續咁樣發放到佢哋去入伙。咁想問問政府有冇估算過，究竟會唔會係有啲額外嘅公帑會產生，或者嗰個數目大概會係幾多呢？咁另外亦都係就住雲置閣嘅安排啦。咁好多頭先議會同事都講咗，咁我都就想再確定一下，如果確實係有超過有一半雲置閣嘅居民係想政府係收購翻嘅，咁政府係咪就會去啟動啦？定係會有啲其他因素嘅考慮呢？唔該，主席。好，感謝譚振國議員對方案嘅支持。先答第2個問題啦。其實超過半數我哋覺得可以傾。咁如果係話真係落實個方案，可能都要另一個門檻。因為我哋而家睇咧，可能都要另外特別為呢個事啦立一個法去做。其實冇先例嘅，咁所以個立法都要小心啦。咁但係其中有一個重要原則，我諗係簡慧敏議員方才都講咗嘅，就係如果我哋係定個門檻嘅時候，必須都符合翻基本法入邊保護私有產權嗰個精神。咁呢個我哋唔現階段，我諗我哋唔聚焦喺呢度。我哋都盼望咧，就係話，譬如嗰7棟樓宇，我哋希望盡量收多啲啦。咁雲置閣嗰度，佢有共識嘅時候，我哋都同佢傾啦。咁我哋都係一個不牽涉任何強制性嘅權力嘅，都係你情我願，大家去協商，比較人性化啲去做。咁呢個就係我哋嘅努力啦。講翻嗰個租金支援，咁我都想講清楚嘅。譬如話，如果有朋友揀頌雅路西嘅項目，其實佢29年入伙嘅，佢出咗目前即係如果依家計2年咧，去到27年底啫嘛。如果咁，其實政府嗰度我哋同翻卓副司長個小組都講清楚啦。政府嗰個租金嗰個支援係會繼續到有關朋友咧係入伙嘅。咁嗰個喺翻嗰個支援基金嗰度出，佢預咗一個數嘅。